针对核三厂停放的公道也引起地方的讨论，包含着这屏东县长周春美，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拢出声，讲这电厂起伫咧屏东，说是交予全国来决定屏东人的命运，讲这款的做法是无够公平。啊，那恒春的环团人士杨美云也创作民谣，核三停起军心惊惊，表达恒春人对核三停放反对心声。 啊，若来中起哦，这个惊吓的日子实在是袂轻松啊！那大月琴乃用传统民谣旋律唱出反对核三停放的心声。长期关心恒春环保议题杨美云，也是真有名的传统民谣歌手。这首亲手写的核三停起阮行行，杨美云讲，这毋那是伊的心声，也是真侪恒春人的噩梦。过去核三厂捌火烧，互因活伫咧辐射污染的惊吓内底，真无简单。40年交挂，核三停机，煞阁无一个公道出来，都有民众讲，为什么恒春人的命爱交予全国去决定？ 恒春人的命运，互规个台湾决定。你买恒春人来公道看卖咧，讲恒春人讲70%嘛，哦，像讲的，哦来啊，大家来斗看卖咧，哦，恒春有阮斗看卖咧，哦，啊若真正有阮鼻仔懵咧，拢不要紧。核灾这种物件是不能发生的啊！如果一再发生，可能这个所在都要被居民都要被迁出。 然后他有可能几十年不能进来住。那恒春人去抓，屏东县长周春美也伫面册打文讲，40年前核三设厂，屏东人无法度讲无爱；40年后停机啊，阁爱受压迫。全国公投决定核三敢要停放，屏东人真正无欠台湾社会啥物。19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赞声，呼吁大家爱尊重在地人的看法。高雄跟屏东是一体的啦，哦。 那应该大家要将心比心。环团强调，核三厂设备老旧，附近有恒春断层，核废料要放伫倒位嘛是一个大问题。若是停放，环境的风险真正无安算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祖、柯兆阳、高雄屏东采访报道。